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莲花，滴水个声恬静，小雨蒙蒙的早时，一蕊一蕊的粉红，对一影一影的日海浮起，有的笑眯眯，有的歹势头刺刺，北风见笑，早起温顿，西风交话。团宝花信，东风多情，请来喜人。南风有意，琴来探望。一池粉红，轻轻啊摇头，细声讲唔通。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58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那淑珍老师所带来《莲花》。继续，咱来邀请那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也有诗内底一寡重要的台语文用语。我去白河看这个莲花，去欣赏莲花，看到安尼吼，我就甲写这首诗。伫你花爱形容是一个查囡仔。用莲花来形容查囡仔，还是用查囡仔来形容这个花？咱都较早起的是，你来看莲花吼，伊拢都扑出来嘛，然后挤出来，走鼻涕血出来嘛，这规个下底拢是绿海嘛，头刺刺，啊，都歹势见人啊！这查囡仔你看到人的头刺刺啊，当时也歹势啊，北风见笑，走去温顿，因为风大嘛，伊就走去避起来。西风搞的，一般咱我想要用西风搞的。西风，我们有一首歌叫做《西风的话》，有无？所以讲西风搞的。团宝花信，你开花啊，紧来看。东风多情，轻来喜人；南风有意，轻来探望。风吹过，一池的粉红，轻轻啊摇头。莲花拢会安尼摇，安尼细声讲，通来讲喜人。用查囡仔来形容莲花啦。一般安尼是较有意象啦，那无你敢那些红花无什么意象嘛？水个声恬静，这个恬吼，甜。小甜甜的甜，迄个就是恬，伊的本字恬静。即摆话拢写一个新妇啊，一个点口的点，迄毋是这个啦哈，恬静。北风见笑，走去温顿，温顿吼，温故的温，隐居顿就顿闭起来，袂歹势头刺刺，刺刺的刺吼，这个士吼下骹个一位，姓氏的氏下骹一位，刺。个一个叶，那个叶树的叶，第几叶的叶，气气就头低低的。温顿就是隐就隐居啊，顿也是隐居，躲起来的意思啊。汤用无望在举，汤有通嘛。北风见笑，走去温顿；西风交话。团宝花信，东风多情，请来喜人；南风有意，琴来探望。这首诗所描写的莲花，一年四季拢有无同的风情。顺利去，咱来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品小姐来为咱介绍莲花的特色。莲花种上侪的所在，就是伫咧白河。
为什么后岁莲、后莲花啊？咱也讲叫做荷花。咱知影，一般岁莲伊的叶啊是直接就是搭伫个水面的，啊，若是莲花，伊是搭伫个水面，但是伊的花是徛起来，徛伫个悬顶，然后伊若是风来的时阵，伊会安尼摇来摇去，非常的水啊。所以咱若是伫供佛的时阵，拢最介意用啥莲花，因为出污泥而不染。咱爱知影莲花，伊是有莲藕啊，有莲蓬。咱看到像咱洗身躯咧用的迄莲蓬头，迄个莲蓬伊内面佫会生莲子。啊，即个莲子吼，咱咧未掰开以前，咱爱知影，伊若是生熟的时阵，伊迄个皮会较定壳，啊，然后有一点咖啡色。咱若是还未成熟的时阵，这个莲子伊的皮是较青脆、较嫩，所以讲咱时常拢会去买莲子、买莲藕来甲伊煮。啊，即个莲花呢，嘛有人甲伊摕来做纯露，啊，非常的香。啊，嘛有人甲伊摕莲花来甲伊做煮食，而且嘛有人甲伊摕来供佛用吼。啊，咱爱知影，即几丛的莲花。每一个部分拢会当食，咱看嘛有人药啊，嘛有人拢用莲子内面迄个心啊，苦苦吼啊，有个人讲迄会当退肝火啊，咱家看哦，这个荷叶嘛有人伫炊油饭的时阵哦，嘛有用迄荷叶吼落去包落去焖油饭，啊嘛有人呢摕荷叶摕来泡茶。讲食减肥，其实伊会当清凉解毒，会当退火，其实伊就是有活火的功能啦。莲花伊开花的时间，就是透早5点到6点迄个时间开花。一蕊花伊的寿命差不多3天至4天，伊的花期差不多5月到7月这段时间，所以伊若是花开始谢的时阵，过来咱看到的，咱就会看到讲，菜市啊，都有人开始伫卖啥莲藕啊、莲子啊，都拢出来啊，所以一般咱会真正喜爱去形容一个真正高尚的女子，咱就会想着讲，伊就敢若参像莲花迄一般，真正美丽，看起来真正庄严迄一般甲咱的观世音菩萨同款。伫水家声点睛，小雨蒙蒙的早时，一蕊一蕊的粉红，对一影一影的绿海扑起，有的笑眯眯，袂歹势头刺刺。北风见笑，走去稳顿；西风搞话，传播花信。东风多情，请来喜人；南风有意，牵来探望。一池粉红，轻轻啊摇头，细声讲：通。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历史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남秀珍老师写诗，关秀品讲解花草实物，府城小花女的二姐庭恩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
的。